前結波諾安山東隊，咁啊變咗咧白色衫嘅香港隊咧就有一個嘅鬥牛啊。咁啊，香港隊咧就喺4強嘅時間啦，就33-19咧擊敗江蘇，係嚟到呢一個嘅金牌戰啊！咁啊喺較早前嘅所有比賽咧，港隊都係正姿態咧，亦都係好有說服力㗎。咪鬥牛出到嚟咧 ，Phillips 就開咗一個 flat 波啊，好靚嘅，其實比對方威脅好大嘅。WC 個 offload 俾7號嘅 Brian 喺中間試下做突破，好凌厲啊香港！哎呀，好可惜，Phillips 咧就俾對方撥到令到自己咧就向前跌波啊！咁菲利斯就似乎佢上嚟話喂，其實佢撥走啊，不過其實喺你手中俾人撥走都係冇問題嘅，因為你係 lost control。我見到韋恩菲立斯啦，呢位主力喺度啦，麥克貝特啦，仲有7號嘅 Brian 啦，薩耶斯啦薩耶斯都喺度喺鬥牛裏邊啦。仲有房傑鳳啊，都係打正選啱啱變到而家呢一位咧，揸住個計咧就係佢啦，10號。房傑峰就見到咧就直出啊，咁啊因為佢踢嘅時候直出咧就應該係香港隊，咁啊亦都喺佢踢嘅範圍裏邊，即係踢嘅地方咧就係做line out 㗎啦，所以你見得翻大家成隊去翻後邊，咁啊叫佢講清楚少少啦。防守嘅球員咧，如果喺22碼線以外踢波直接出界，即係冇敵到地直接出界咧，佢就計界外球咧就喺佢踢波嗰個人嘅位置去計嘅。如果佢喺22碼線以內直接踢出界咧，就喺掂到界嘅位置出界。咁所以其實你好醒目、好清醒嘅，真係打七人亞賽啊！係啊，咁啊唔單止係即係體能啦、體型啦、爆發力啦等等啊，其實都係鬥志㗎。你見到啦，捐過去，哇！一個360轉身之後仲可以繼續去啊，好好嘅平衡力。又係呢招啊 ，Brian 佢即係尋日見過用呢招咧，就喺達陣線裏邊做咗個達陣㗎啦，就捐過對方啊。菲利斯想走細位養養，俾翻大面啦，冇錯啦，翻出邊大把。咁出邊仲有房傑峰，俾唔俾？俾埋，搞掂。有啦，房傑峰喺金牌賽呢度第一個嘅達陣啊！咁要講唔該嘅嚇呢球，因為好正啊！呢個餵埋俾你食啊！房傑峰喺較早前4強咧都有一個達陣啊！佢而家咧都係替港隊先拔頭籌攞到5分啊！咁啊，同觀眾都簡單交代一下籃球啦。咁啊，過往我哋喺 Hong Kong Sevens 咧就7分鐘半場嘅，但係全運會咧就有少少唔同，就多咗2分鐘，變咗咧上下半場各9分鐘。咁啊，體能要求咧就高咗啦。咁另外就一個達陣咧就係攞到5分，而家咧就準備踢一個附加踢。如果咧喺呢個 H 架咧白色嘅2個柱。